画家郭美兰老师出世伫咧台南北门地区，自细汉便接触彩绘，到你教学创作20多冬，作品曾经伫咧高美馆、台南文化中心、福光园艺术中心等地展出过，作品得到真侪好评，是台南艺术界优秀的中生代画家。郭美兰早期作品偏向女性写实人物画，近年来画风渐渐转为半具象的写意风格，透过色彩渲染，展现创作者内心的光明记忆。大概10年前，我有开第一次个展，那时候是在活史艺术空间。那当时我的个展题目叫《看海的女人》，那当时是以女人的系列为主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个性就是比较浪漫一点，所以我喜欢画女人，去诠释女人那种内心世界的那种优雅啦，或者是一些浪漫的一些气息。那这一次呢，事隔大概10年了，我这一次的题目就是空白之间让光进来，算是有比较大的突破。因为我一直喜欢在大自然里去欣赏那个就是花花草草、树木，还有看蓝天白云。那因为我喜欢幻想，然后喜欢那种徜徉在大自然当中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呢，就是以试着自己自我突破过去的那种，从一个女人系列这样子那个走出来。在大自然当中，我要去诠释那种空白，那种很空旷，很在虚空当中，然后这一个人去徜徉在大自然当中，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。画展开幕这天，现场买来了不少教会友人、家人以及艺文界好朋友前来祝贺。我用每个角度，甚至在他的作品当中，怎么样看出一个艺术家的特质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想很多学生问我说：“好的画面是什么？”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家很多的想象空间。我觉得他这个展览就是有上帝的大能的光，让他在这个画里面，我们都有深深体验到。他后来也是有信仰基督教，那我们也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跌跌撞撞，后来在上帝的那个大能里面有得到安慰跟那个。就是平安喜乐，很高兴我妹妹也经过了好多年，然后这样子这次再出发，再做个展，然后祝她就是展览顺利成功。空白之间让光进来，郭美兰创作个展，展期自今晚开始一直到5月14日，伫咧微笑虎山华拓美术馆展出，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做来欣赏郭美兰老师的作品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